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4章1到24节。路加福音14章1到24节，在和本圣经10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第7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所谓，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们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宴席。以上。请林木全院长来讲道。林院长是黎敏教养院的院长，他要讲的题目是无障碍宴席。无障碍宴席。平安。首先感谢郑牧师、陈牧师、许牧师、刘传道，还有我们教会的长子以及众弟兄姐妹，能够接纳我今天能够到我们迦南长老教会来分享信息，并且报告花莲黎明教养院的事工。愿上帝的丰富的恩典常常与大家同在。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到桃园了。那我用昨天晚上的一点点的时间，在我们教会附近，还有这个大觉饭店的周遭的街道走了一走，就可以发现，我还有早上从这个饭店走到我们教会的这个路途当中，就可以发现我们迦南长老教会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发展社区关怀的事工，因为确实在我们桃园市站前的这个社区里面，有太多的人需要福音，
有太多的人需要关怀。愿上帝借由迦南长老教会成为桃园地区的光。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无障碍宴席。按照圣经的记载，在旧约的时代，对于身体有残缺的人，总是认为他们不够完全，所以不能担任祭司的工作，甚至也认为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清洁、不顺服，或者是不相信，以至于被诅咒。但是这样子的想法到了新约的时代就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的有一个记载，说耶稣对众人说道：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人，并不是他们的父母犯了什么罪，而是要在他们身体上面的这些残缺上面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非常的强调对于贫穷的人，还有身体有残缺的人的关怀跟照顾，所以他有特别指示我们所有的信徒要彼此相爱。耶稣不单单是口说而已，他还亲自示范了好几件医治身体有残缺的人的工作。那从解除他们身体上面的这些病痛和限制，让他们重新有新的人生。今天我们要从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4章，整个大概1到24节，这整个24节当中来学习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在1到24节当中，耶稣用了1件医治的事件，还有3个跟宴席相关的比喻，来说明我们教会如果要做社会关怀事工的一个观念还有做法。首先我们如果你有读1到6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1到6节里面是说到耶稣在安息日，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的主日，受到邀请参加一位法利赛人首领在家里面举行的宴席。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的时候，耶稣碰到一位身体有圣经里面是说水谷，事实上就是水肿的意思。那路加医生并没有详细记载说这个人为什么全身有水肿，但是从现在的医学的推测来看，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推测出来，可能是这个人他的肾脏功能长期不良所致，以至于全身都有水肿的现象。耶稣知道这些当场的宾客的用意，是在测试他，看看他会不会遵守当时候犹太人所定下的规矩，就是在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这个传统的规范。耶稣呢并没有受到这个传统规范的约束，他当时立即医治好这个人长期的病痛。从这个简单的事件当中是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在做社会关怀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关怀的事工当成是一般职场上面的工作，有上班下班打卡的时间，没有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能够体会跟同理这个被我们关怀的这个对象，他的当下紧急的需要，我们要想尽办法突破各样法规还有传统的规范，给予他们立即的协助。接着我们来看7到11节，耶稣看见这个法利赛人首领家的这些宾客，有人到了以后就选择那个大位，就先入座了。那他这时候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说，当我们参加婚宴的时候，应该是要挑选那个比较后面、比较席次比较后面的座位来入座，不可以挑选那个大位来入座，以免到时候被主人请你换位置的时候，那你的颜面就尽失了。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是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它主要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命定要进入神的国，但是呢，并不是先相信、先受洗的人就一定先进神的国，而是我们除了信心之外，还要有谦卑服侍的行动，才有可能进入上帝的国。
这时候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明，有一件习惯，在新约时代，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要请人家吃饭的时候，主人要先决定他到底要邀请哪些人来吃饭。这个名单一旦决定之后，他就发出邀请卡，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有家里的子女要结婚的时候，你要发喜帖一样，先发出邀请卡之后，就等待这个被邀请的这些宾客来回复。那这些宾客收到主人的这个邀请函之后，通常他们会先想办法去了解这位主人在这一次的宴席当中到底邀请了还有哪一些宾客要参加。那他知道了这些名单之后，他们就会去分析一下这些要参加这个宴席的宾客，他的身份跟地位是不是跟他能够匹配。如果觉得不匹配的时候，他们就会回绝不参加。所以在这个第3个15节到24节，在上帝国大宴席的这个第3个比喻当中，其实原来耶稣所说明的这个比喻是，这个请帖是发给所有的人，当然是包括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身体健康、行动自如的人，当然还要包括穷人、身体有残缺的人。但是呢，这些有地位、有钱的人，或者身体健康、行动自如的人，通常他们的心理非常刚硬，会忽略上主的邀请，也不愿意，特别是不愿意跟上主所邀请来的这些贫穷的人，或者身心有障碍的人共享主的盛宴。所以他们就看到你后面看到这3节，他们用尽各种很奇怪的理由来推卸掉这个宴席，他们拒绝赴宴。结果呢，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被遗弃在上帝国的门外，但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场景移到我们的第2个比喻，就是在12节到第14节这个比喻。其实这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在第12节到第14节的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谈到的这个比喻，其实这里所谈到的这个宴席，指的是我们家里面在家里面举行的午餐或者晚餐，并不是15节到24节所谈到这么大的一个宴席。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到，当在家里的午餐或晚餐，因为人数会比较少，所以这个主人要发出这个邀请函的时候，他可以针对某一些特定的对象或族群，同质性比较高的特定的对象或族群来发出邀请函，让他们通通能够来参加家里面的这个午餐或者晚宴。只是到这里我们可能会产生个疑问，为什么耶稣会说不要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那些富有的邻居来家里吃饭？难道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亲朋好友或者我们这些邻居比较知道人情世故，也比较有能力在事后再回请我们吗？其实不是这样。耶稣所要说明的是，平常我们如果仅对这些有能力回报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关心，其实还不够的，是要我们更进一步关怀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没有任何人力可以回报的这些穷人跟身心有残缺的朋友。因为吃一顿饭对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亲朋好友来说只是一个交易，只是在增进我们彼此间的感情，但是对穷人或者身体有残缺的朋友而言，这个意义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够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好的吃一餐，特别是在我们迦南长老教会，不单是能够满足他们身体上面基本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感受到被爱的那个感觉，还有那个有家的归属感。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这个教训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社会关怀事工，就是要提醒我们，
因为穷人跟身体有残缺的人，通常是被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所孤立的，是被隔绝的，是被歧视的一群。所以我们如果要邀请他们来教会来共享主恩的时候，我们必须突破2个挑战，就是没有关系的邀请，以及不求回报的分享。首先就是有关于没有关系的邀请，因为在一般职场上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友谊跟影响力。特别是从最近我们大家应该都常常从新闻看到的这个林义士先生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金钱来建立特殊的关系。但是在社会关怀事工当中，金钱不是重点，最困难的是我们怎么去跟我们不认识的穷人跟身心障碍朋友建立信任的关系。现在穷人跟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来进入教会聚会的其实人数不多，所以教会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思考如何用谦卑的方式来进入社区，先服侍他们，就好像今天下午我们要做的宠物义诊，先建立信任的关系，再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参加活动。第二点是不求回报的分享。不求回报是我们做关怀事工的基本的要求。这里耶稣所要表明的不是单单给予食物而已，而是要我们能够开放我们最舒适的家跟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些弱势的朋友可以进到我们的家，进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同桌吃饭，共同来分享，这样他们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主内一家的这个氛围跟归属感。最后在第14节里面，耶稣有谈到，当我们接待了这些穷人跟身心障碍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福的报答。也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属天的赏赐。其实不只是未来有这些属天的报答，平常我们在做关怀事工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就会常常感到平安与喜乐，而这个平安跟喜乐就是上帝给我们立即的祝福。我们迦南长老教会长期以来热心开放我们的教会，并且服侍社区里面的儿童、青少年与老人，并且关心我们这些教会机构的服务的事工。我相信上帝所命定的大福必会充充满满的与我们众弟兄姐妹跟你们的家族同在。我的母会是台北的北投长老教会。25年前，我从研究所在台北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先到门诺医院来服侍。我3年前离开门诺医院，转到花莲的黎明教养院，所以在花莲的时候都是在门诺会聚会。门诺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教派，但是在台湾是一个很小的教派，但是呢，门诺会其实跟我们长老会是相同的，不管是在聚会的形态，或者是核心的信仰的理念，门诺会跟长老会都是强调用行动来实践我们信仰的教派，特别是要遵守主耶稣的教训，要我们基督徒去特别的照顾我们当中最微小的弟兄姐妹。那门诺会因为看见台湾东部山地部落医疗上面的需要，就在民国37年的时候接受我们长老会孙理莲师母的邀请，特别派了一组医护的同工到花莲开始的山地巡回医疗的工作，后来才设立了黎明教养院来关心我们所谓的心智障碍的朋友，接着也设立了花莲善牧中心来关心这些山地的这个少女，就是雏妓的救援的工作。
那有关于黎明教养院的事工，其实是在民国63年，我们美国的门诺会派了一位加拿大籍的宣教士，叫罗热道牧师，跟他的师母一同到花莲。其实他是要去设教会的，但是呢，他们的第2个小孩在台湾生下来之后是唐氏症，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来照顾他。第1个男孩是正常的，第2个是唐氏症。他们认为说，他们需要再领养一个女孩，在台湾领养一个女孩来跟这2个前面的大儿子跟二儿子来作伴。结果他们领养来这个女孩，领养来之后没有几个月就发现是智能障碍的重度障碍，全身几乎是没办法瘫痪，在言语上面有困难。这时候他们发现说，上帝给他们呼召应该不是设教会，而是去照顾花莲地区所有类似这样子的，我们叫心智障碍，也就是智力障碍、唐氏症、自闭症、脑性麻痹的这些小孩。因为当时候在花莲地区没有任何的机构在照顾这些孩子，那家里面如果这样子的孩子的家长，通常是把他们的孩子藏在家里面，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如果让人家知道的时候，左右邻居会认为就是这一对夫妇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以至于报应在他们孩子身上，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歧视。那罗牧师跟罗师母他们很有爱心，很努力，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去拜访，鼓励他们把孩子送出来。所以当这些父母就逐渐愿意的把这些孩子送出来，那他们一开始是用门诺会在花莲港附近的一个美伦教会的幼稚园的教室开始这样子教养的事工，他们就开始来照顾这些孩子因为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就在民国79年的时候搬到现在的花莲港的对面的这个地方。那民国81年的时候接受内政部的补助，就盖了一栋大楼，那使用到现在。现在黎明教养院的位置在哪里呢？可能大家需要看一下地图哈，就是在这个，如果你看得到这个地图的花莲县，我们是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花莲港的对面。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你到花莲去旅游的时候，欢迎来参观黎明教养院，我们就在花莲港的正对面。所以刚才有谈到，黎明教养院为什么叫黎明，就是因为每一天的第一道曙光是由黎明教养院的孩子看到的。我们不用到兰屿去看，也不用到台东去看，他们就在他们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上帝所给予他们的盼望。黎明教养院现在已经第36年，所以我们照顾的方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6岁以上到他能往生为止，所以现在最小的孩子是9岁，最长的是57岁。那教养院本身现在服务的人数大概有155位，这在花莲地区是收助量最多的机构。那因为这种孩子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障碍，那有的住在家里，有的就需要送出来，因为家里太穷等等。那送出来之后，有的家长因为比较早往生，或者到外地去谋生等等，所以很多是需要到教养院来接受24小时、365天全年无休的一个照顾。那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对于这种孩子的照顾，责任只有在他的父母，所以当他的父母往生的时候，这个责任，这个孩子的照顾的责任，到他老死为止，这个全部就是教养院的责任。所以我个人目前为止是40多位这种孩子的爸爸，法定监护人。所以基本上这种孩子的发展跟我们的一般的社会关怀的事工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的障碍是从出生开始就需要协助，到他们的往生为止。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长。过去他们可能只要大概平均寿命是在30岁左右，因为台湾的医疗技术早期不好，所以他们大概30岁以前就往生了。可是我们台湾的医疗技术太好了，现在他们已经能够活到跟我们一样的岁数，70、80岁。所以各位可以试想，在这样子的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族群，那他的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台湾的政府，他的其实照顾的压力还蛮沉重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们。那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自立，就是在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还想尽办法来帮助自己能够自立。所以我们有提供24小时的照顾，也进到社区里面提供各样的让他们能够工作的机会，比如说庇护工厂或者社区作业所。现在我们更提供了一种叫做自立生活服务，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是住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就由我们专业的人进去家里面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生活上面能够自理。同时我们也提供各样的辅助的租借的服务，免费的，那帮助他们使用到这些免费的辅具的租借。那甚至我们也知道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妇女跟孩童需要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孕妇装，或者是儿童的推椅或推床等等，这些我们都从社会上爱心人士那边去募集来租借给他们。那这样子的话，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整个的想尽办法自己能够帮助自己。那平常在教养院里面，这些孩子其实在18岁之前，他们还是可以到学校里面去上课的。那是如果太重度，他们没有办法到学校去就读的时候，那他们就要留在教养院里面。我们就给他们很多针对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设计不同的课程给他们。比如说，大家在看到的这位女孩子，左上角这个女孩子，她叫小玲，她全身只有2只手指可以动而已，其他的地方完全不能动。她可以简单的沟通，但是我们的老师发现说，她这个2只手指能够动的情况之下，她有一个专长，就是好像我们在搓汤圆一样，她可以做搓的这个动作，而且搓出来这个球是非常的圆。所以我们的老师，手工艺老师就想尽办法，用了一种叫做软陶的这种材料，让它来搓。搓出来的珠子，我们叫做把它串起来以后叫力量之珠。这个力量之珠呢，现在我们把它送到邻近的饭店，比如说这个邻近的中信大饭店啊、美伦大饭店等等，去卖的时候非常的畅销。因为这些买的人不知道这是由我们小玲做的，但是他们觉得那个颜色那个非常的漂亮。那我们的小玲也非常的崇拜一个偶像，叫做罗志祥。那为了圆他的梦，我们想尽办法去连接到罗志祥，然后呢，罗志祥也很帮忙，就在台北开了当他开他个人专辑的记者会的时候，让我们带上去，因为他这个小玲是全身瘫痪，不能够离开花莲，就是由我代表把他的这个亲自做好的力量之珠赠送给他。所以这些孩子，我们用他们仅有的功能来开发的潜能，来实现他的梦想。中间这一位是老皮，他现在40多岁，他是重度的脑性麻痹患者，他身体完全手等等都是扭曲的，完全是没办法协调，然后也没办法讲话，但是他的大脑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用电脑来帮助他，用在他的这个键盘上面设计的一个我们叫沟通板。他没有办法像我们正常人一样这样子双手输入，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功能，他可以拿着笔就这样搓，好，所以我们那个沟通板设计好之后，就让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输入。结果我们这位皮先生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到我们国防部部长的这个信箱，那个电子信箱里面留了一个信给他，说我们黎明教养院的孩子非常喜欢看到3军1队的表演，但是因为我们远在花莲，我们行动也不方便，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派3军1队到教养院来表演？这个
我想都不敢想，我也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有一天就接到国防部发言人办公室打电话来，那个负责人是一位罗少将，也是基督徒，他特别打电话来确认说，我们教养院是不是有一位皮先生？那他是不是真的有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确定有皮先生，但不确定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又跑去问他，是不是你做了这件事？他说是。好，那我们回复他，结果这位罗少将非常的帮忙，非常用主的爱心来帮忙协调这件事情，真的是三军仪队真的在2周以前派了一组人，还包括那个名演员叫做明道，一起来了。这一组特殊的这个三军仪队到黎明教养院来表演，为这些孩子来表演，特别设计的。因为你知道，三军仪队到目前为止，通常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没有接受任何的邀请到任何的机构去表演，这是首次。我们这位皮先生用他的可以仅有的能力，达成了我们所有院生的梦想，看到三军仪队的表演。那在右边，这是一个我们成立的一个非洲鼓的打击乐团，因为这些孩子平常我们可以用音乐来帮助他们的身心的调整。那我们最近也发现，这些孩子练完这些非洲鼓之后需要表演，那我们就带他进去老人的这个养护机构。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从跟我们这些长辈的互动当中，他们的自信心得到很大的增长。所以我们的长辈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看到这些孩子这么快乐、这么喜乐，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养护机构里面长辈呢讲了30分钟重复的话，我们的孩子还是非常的笑脸应对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他们是大脑先天上面的一些障碍，所以他们很多情绪的表达有困难，常常会没有办法表达来伤害自己，或者去攻击别人。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打人，常常老师会变成熊猫，因为老师在抱他们的时候，他们头就一撞，老师的眼睛就黑掉了。那这个常常有的是，这些不是用药物可以帮忙的。这个是因为他们大脑上面的这个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就引用了这些美国跟欧洲国家现在常常在使用的音乐的治疗的方式，还有芳香治疗的方式，不是我们坊间的这个芳香的这个 SPA 管用的那个放松按摩，而是真正的植物精油下去按摩放松他们，然后再做物理治疗。然后我们也有多感官的治疗，我们也用园艺的治疗的方式，还有农艺治疗的方式来帮助他们。那因为这些孩子其实如果来参加我们主日教会的主日的礼拜，他们有相当大的困难。相当大的困难是在哪里？他们没办法理解我们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特别用礼拜5的下午，特别为他们由基督徒的老师来为他们讲解，用最简单的方式，或者是舞蹈等等音乐的方式，来让他们对于福音的认识跟理解。我们知道这些孩子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一辈子都要接受照顾，直到老死。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所有的人，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功能。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们身体的残缺是要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帮助这些孩子找到他们身体上面还可以有的功能，来发挥最大的功效。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通通留在教养院里面，而是鼓励他们常常出去。所以社区里面有各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们参加。那我们也帮助他们认养了教养院邻近的这些公园，由他们来负责整理，跟社区的民众一起来维护社区的公园。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带着我们这些芳香带着我们这些孩子进入社区里面去做芳香治疗的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在教养院里面护理师是会做芳香治疗的，经过认证，他们在为这些孩子做芳香治疗的服务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孩子，特别是我们女性的这些孩子有能力很好，所以他们就教他们一些基本的按摩的动作。
然后呢，当这些护理人员进去老人安养院或者养护院服务这些机构里面的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去，然后跟着去的时候就为这些长辈来按摩，这些长辈非常的高兴，特别是这些女孩子会嘘寒问暖，帮助这些长辈。虽然在在机构里面是一个很孤单。很无人可以聊天的一个时间里面，有这些孩子出现，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安慰。那当然，我们也带着这些孩子进去社区里面，跟社区的长辈一起来互动。社区的长辈也非常的喜欢他们。那从这样子社会参与跟社区的融合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这些孩子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他们觉得他们非常有自信，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这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谈到了，我们强调的是自立益人的一个发展。好，那帮助他们的话，除了这些活动安排之外，当然在生活上面给他们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在教养院里面是一天24小时，跟部队一样，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他们没有个人的空间跟自己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有租了2栋的房子，帮助一些功能比较好的男生跟女生可以进到社区里面，自己5、6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白天他们出去工作，晚上回到这个家，有一个老师陪伴他们，他们自己要准备晚饭，自己要整理自己的房间，自己可以去约会，礼拜6、礼拜天可以到处去郊游。那这个的方式就是成就了他们成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就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做什么事。那在教养院里面，事实上是他什么事都不可以自己决定，包括他也不用洗衣服，那是在这边他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成为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功能比较好的孩子，他必须去赚钱，他才能够成为他想要去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要安排什么活动，他才有经济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设了一个庇护工厂，有在慈济大学里面有2个餐厅，在花莲县卫生局有设一个餐厅，我们也有自己面包坊来训练这些孩子做面包，然后拿出去卖。那这些孩子在庇护工厂里面的，他们都一样，就是我们比照一般的劳工，给他们劳健保，也发一样的薪水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只要他有能力工作，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那对于一些功能比较差的，住在家里，但是他还是想工作的人怎么办？我们就是在社区里面设立了叫做社区作业所，目前有2个，一个叫爱莲，一个叫和田，在花莲不同的乡镇。那这2个作业所是什么样的人呢？只要他想工作，他就来。那但是他做很简单的工作，做代工，做这些什么阿美马吉啊、真纪马吉的这些礼盒的包装等等，透过这些简单的工作，他们可以赚到微薄的零用钱，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很快乐，因为他们有事情可以做。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年纪会大。刚才已经谈过，最长是57，我预期他会活到80岁。但是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在30岁到40岁之间，他们身体上面的退化就跟我们正常人的65岁左右了，所以他们需要被40岁以后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很长。那教养院本身这个是16年前的设计，是为了国小的孩童设计的，所以很多的结构等等都不适合他们。那以前我们的照顾服务员一个人可以带着一个孩子进去洗澡，现在要帮这些大孩子洗澡，你知道要几个人吗？3个人，3个人同时洗一个才有办法洗澡。那当然，这个包括到整个建筑物的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所以我们在受风的地方有准备做一个洗乐园，希望做一个重新的设计，来帮助这些比较年长的孩子可以在这边过比较好的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这边来自己做农作，自己种蔬菜，自己种养鸡、养鸭等等，来帮助自己来自食其力。在黎明教养院事实上非常重视音乐的事工，
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机构，我们知道上帝透过音乐可以安慰很多人的心，所以我们有成立了音乐班。但是这个音乐班呢，是一个台北乐兴知识非常有名的国际的乐团来帮我们来成立的。那这个乐团的总监叫做江敬波，他是国际有名的指挥家。我们花莲有一个太鲁阁峡谷音乐节，每一年都有一个音乐节的乐团的表演，他是那个总指挥。他在2年前无意间跑到黎明教养院来，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决定给我们一些帮忙，帮我们成立音乐班。所以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他最初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最初的时候的想法很单纯，就是给黎明一些专业上面的帮助而已。但是他没有料到，在这2年当中，除了我们的孩子透过音乐有很大的改变之外，他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到底他有哪一些改变？可以麻烦帮我放这个片子吗？知名乐团的指挥家，一生在音乐领域中不断追求卓越。我们稍微等待一下。音乐团的指挥家，一生。我们等一下，他用的那个乐器叫做棒钟，就是敲。他这个指挥呢，重点不在这些孩子身上，重点是在这个指挥的身上。指挥要把这个整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都要记住，然后这个孩子看到老师指挥他的时候，他就敲一下。所以那个马英九也敲过，可是马英九总统跟我们这群孩子站在一起敲的时候，他非常紧张。为什么？他很担心指挥对着他的时候，他敲不好，输给我们这些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他要去参访黎明教育，我们跟他讲说要做这件事情，他的幕僚一直拒绝，说这个马总统的这个音感不好啊，什么一大堆的理由。好，当然到了现场就任我们摆布嘛，哈。当然还是要让他进去一起敲，结果就发现说他敲起来，他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可以从这个敲棒钟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个音乐的疗愈的力量。可以了吗？知名乐团的指挥家，毕生在音乐领域中不断追求卓越，在世界各地寻觅新的感动。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一群特别的朋友，因着这一群人，触动他对艺术有了新的省思。曾经，我以为艺术必然也必须是一条孤单的道路。曾经，我以为这条追求的道路，理所当然应该把艺术放在绝对的优先。曾经，我虚荣地追求这块土地之外的肯定，一直到我遇见黎明的天使。小芳起来了，今天要表演了。孩子们天天努力，克服一切障碍，不断地练习，追求突破。透过音乐，找到了出口。今天有一场特别的音乐放钟会，要注意什么？对，要注意老师看老师的手，注意老师的指挥。所以等一下要表演的时候，眼睛看哪里？看老师，很好。他们让我确实看见，美来自于目的之纯粹。他们印证了那句话：真正的杰作源自于旁人觉得不必要的坚持。他们让我醒悟，其实人和土地才是艺术追求的主体。于是，一个原本是要给的人，却被这群天使奇妙地起了锚。西瓜甜不甜？因此，
我邀请你认真地开始支持黎明，不是出于同情，不是出于一种节税的选择，而是出于爱和盼望，并且做好准备，因为你得到的将远超过你所付出的。黎明教养院不仅将音乐带入社区，也提供更多样的服务，分享更多的喜乐。期待更多心智障碍的朋友一起来玩乐趣。